台北捷运万大线 LG11站，因为伫咧2018年提出要调整路线，会比较较晚紧，这徛街也有土城国小，这附近的居民也烦恼讲生活品质会受到影响，因即马也要徛出来，决定要拍官司咯。守护金城公园。捷运万大线 LG11站预定地附近的居民甲社员团体测试到新北地检署，对新北市政府、台北市捷运局甲环保署提告，因反对万大线路线设计伫2018年改变，认为噪音等等会更加影响当地金城公园、土城国小甲人家厝。你要装隔音窗，你要多把隔音墙做得更厚更高，这个补救是没有效的。我们环状线其实已经有很多投诉的案件了。环状线跟我们现在万大线同样都是钢轨的系统，隔音墙没有办法有效的解决噪音的问题。捷运局一直说地下有板南线，所以不能做了。原始设计的时候，地下就有板南线就在下面，他们的设计书也都知道这个事情。捷运万大线原底提出的设计是要沿金城路行，不过2018年提出新的设计，要甲 LG11站刷入去金城公园，路线就靠我主题区甲土城国小，甚至甲人客住上近只有6公尺。居民烦恼生活品质会有影响，嘛质疑，但是过去的设计未做得，为啥会伫2010年通过核定？当时还没有做细部设计所以相关的非常明确的这些资讯，在当时并不是那么的清楚。整个规划有它的一个进程就是规划，然后设计、施工嘛所以在规划阶段，其实那时候连基本设计都还没有进行。台北市捷运局表示，是因为路尾经过评估，发现过去的方案影响会较大，才会做路线的调整。新北市捷运局甲环保署的方面表示，因为毋是主要设计的单位，还要为了解居民提告的内容，目前是无提出回应。记者郭文霞、桂林新北台北报道。